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好吧。这谁的家走？你放的，不做。啊，你跳会舞呗，你跳会舞吧。还是他这拍不方便，我也不拍，我就给你。
看你这个炒过那个香气的，一定现在你这个是来了个成交炒过这个也拿。买的下去弄个200公的哦。这还是在动的，啊，没有附近的。我靠，刚才。没事没事。还有在主要这个他的。在了这个8月8号、8月3号、8月10号、8月8号、8月8号的。说的那夜我做主。
给电了吗？那就不接啊。不要直接来啊！我是因为这样。把音量放到另外一个，这收音的效果大一点啊。没事，你坐吧。8月8号。不能开。啊。不让。他这全都是公务员，不能。外面拍的，他说上哪里呢？里面不能拍，里面不能拍，外面也不能拍。怎么讲啊？今天本来想好是3个架，就是4个中间，然后把这个仪器放到3个架上面。好，高度刚刚合适吧。没想到那个左孔那个龙帽之前套了个大的，没有把它拧下来，没有大的车就装进去了。车上也没有钳子，这有钳子我把它取在里头装，没有。哎，这样我去，然后我仪器放在顶上了，它角度不行，图传吧，在手机上，不手了。这个17技术的重量，这个17技术的重量，另外一个摄像的，我一次我们可以这个这边为什么？它前面是这边是这个。
马家鱼的，哦，有呗。再加。你开直播还行吗？可以吧？对，我跳下去，你帮我干一些灯。然后我今天整的。
他昨晚和那个白马他们他开了车，跟他朋友然后去的，他们先到济南，然后玩个23到然后再从到白玉是他们初中真的家，她男朋友就是家里面，还有还最多20多户，他们在还在上班去，3、4天多。在成都，我说他怎么没发到那个他的公司，我没发到，这个可能要吧。本来计划是今天走，然后今天走嘛，然后早点去我把没想到他们亲戚嘛，然后就到这个到成都那边看病嘛，看病的话走到那个好像终于没有救上了，没有救活，然后直接就白玉县了，然后这边要办法事那个第49个，然后念经那些，搞点计划吧。这边他们在领导那边多玩几天，现在没去领导这次去买一天。他们3个人，我给他卡了呢。3个人，3个人，在当时嘛家里面，然后玩几天，太远了，我去过，到济南是400多。他们除了长途团队，他们如果拉错的话，那其他的都短期内就不要很多了。现在人量少，也是3万，太够了，7、8的。看遥遥吧，是吧？对，我这个题目也可以算上。可以算是还是实验题上面的题。两个去济南大上的地方。有几个人那个？3个人。对啊，3个来了就走了。他是。我有在是去的吧？
有没有人？这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好久没开直播，没人了。Thank you.
哇靠，忘记。别找苦的，别找真是。我这就，别过了，你走吗？没事，走过来。活了，差不多。啊，过来。干活了，刚干活了。活了，那就不要了。苏拉没来吗？啊，没来，看到。不走啊！走，不让走。过来。看谁要跑。我跑你上。呀！我帮你过来，我帮你。这人他妈搞了自己套。对哟。生气嘛？你是生气？我讲一下来，你讲一下来，你看哈。你把那个包包里面的那个拿出来。啥？手机。好看，我的吧？我们是啥？去公公。去公公。你不是凶我哈？喝水吗？来，我去，我抢到了，我了。呀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。那个白玉。Hello。啊，好了，我收到你。你给姐姐一个吧。你给你老婆一个，老婆好几个。吃一个，吃一个，特别好吃这个。吃一个。吃一个嘛。上温度做好了。那你吃给我呀？那你先吃一个哦。啊，这拍多久啊？40分钟。
你。商场那儿，就在那个路口嘛，前面那边。哦，我晓得，你说的那个火车上有个人在桥下面，里面人很多，人非常多，跟那儿差不多，这还多一点。那边有浙大他们那些有那个球技，也挺闲，也闲在那儿。就在扎西他们团队啊，都是他们团队的。也还是，他们罗马里面比较多，罗马广场跑队的那边比较多。他那儿人很近嘛，很近啊，对。哎，这个说到吃饭的朋友，我很难聊。
问一下，他说话是不是他说嘛，你送我，他一直在说你。我把你送给他了。谁说的？你看小朋友多懂事啊！哪有这样媳妇儿给自己别人的？你会唱吗？都喜欢外来的小艺，想摇一摇的事情。还有这个，桌子有点矮。是阳的呀，是基本是阴性的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因为你空气嘛，不冷气，那个水嘛。马上去做。我们不来就不来说嘛。
我们可能看到快点的嘛，走了。但是有这一条。你看得懂吗？还是？晚上玩的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也，我好尴尬呀。先做12这一就是不相信这个是多的条件，以前也有比较吃的，超爽，不错不错，可不错。对。这要头不用扎。问嘛，我的那个电装工资包括你，哎，我去哪里视频去了？他有视频吗？扎个辫子吧，你给我扎个。妈妈，在。
有吗？有。那个欢欢，啊，就是在毛杆角落上。这3点2。哦。欢欢，好高了，我一个的牙齿。
我想冲个苹果。苹果吗？看试一下吗？知道，那我冲过那个苹果，从7、5秒找得起。啊。试一下呢？你把下来给试一下，你看能不能冲嘛？我不知道这线是不是有问题了。你也试一下，我把那个也拿去嘛。没事，就放在这儿嘛。这。可以。没有东西。可以吗？可以冲吗？你翻过来嘛。有没有反应？你把这个翻过来。没有反应。下一个就到了，有点舒服。这个人说去哪不到，你说只有这个。没有。没有，那点不是嘛？有点像嘛，你自己。也像我。你想？不是我那个嘛，你先扫一个，再试一下。我先扫一个嘛。试一下呢，电很多。妈妈，不行。他找了第二下一位小费。先一位。我这个线买的300，最好的线，说汽车。天气的问题，有时候涌多了就是这样。好像身体有点有问题了，我这个系统升级了之后还是睡不着了。我跟你说嘛，你说嘛，我也看不清楚。不知道这边附近远的话，我就知道。注意慢就行。Yeah.
上吧。上不上？我今天怎么没有装？强烈来听一下。啊，安排可以。这个样子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好记得，好的不一样。有龙婆哎。
你把那个餐桶开了。如果他在谢谢。你拿吗？你拿，我这儿有，我这儿有。谢谢。他听懂吧？他说的话听懂吧？一般知道。哎呀，好乖哦！一般的全色都有。一般价格多少？两三千，要到4000都有。拉差的话会不会？应该高度应该没问题吧？都应该可以，都应该可以，应该没影响。起来！加油！哇塞，快起来！还有一首，我们的香蕉，我的高温刚刚放起。你每天晚上都这样拍吗？这样，不错不错。这个是纳曲锅是吧？啊，太高了，这几百手。对。他想买这种，我应该可以查一下吧。我没。你给他说啊，我没。那这个实际上能带吗？实际上有可能，我一般都不拿
带是吧？不用他自己会那个，他定点的那个都会。真的不行吗？他只长那个大。他长得。一般在6斤到7斤。他不吃脂肪。一般5斤5两到7斤左右。还有放，他开始跟你打招呼，你不理的话，他就要叫，他要叫。不行。之前没有那样子，之前后面可以养成那个。像你的宝宝一样。是啊。真的是宝宝。小孩子听话啊，不要叫啊，听话啊。叫什么名字呀？哎呀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不说什么乖的，他这么那个毛这么厚，不热吗？这个品种没错，它本来就长得，我都剪了1半左右。它本来就应该是这么长，剪了1半了，夏天长得比较慢。它那个长得应该长4、5个月才长起来。乖的，真的。洋洋抓洋洋。哦，给你送的花，你天天开心哈。谁送？你送吗？不是，你的粉丝。粉丝送的。等一下，谁送的呀？谁送的？卡片送的嘛，谁送的？他送的嘛，关进去等嘛，就是。谢谢。他怎么知道在这个位置？他说的不是他送的。哦，你有直播了吗？你有直播？送的。你粉丝送的嘛？谁呀？给我看。哦呀。芳芳月意，常小青，美丽无比。韩小妹儿。必须面粉1枚。面粉1枚。谁送的呀？人送的嘛。反正是粉丝。我问一下嘛。现在变白了，家人们，谁送的花呀？老师交代。老师交代谁送的花？老师不交代枪毙的送。老师要交代一下。看到了没有？快，这种小的乖。它长不大，就长得不大。一般标准在6斤左右，6到7斤之间。一般还有小的，还有那种。吃的什么呢？主要就主粮嘛，但是其实它和普通餐点吃什么它也会吃，但是它会怎么养？一般吃9粮嘛，就是但是如果你有些没注意的话，就是你吃饱了吃多了，但是怕拉肚子。肠胃怎么样呀？从小就开始拉，他从小就喝牛奶，他有些喝牛奶就拉肚子，他每次
还有什么颜色？好棒呀！这种比如有的很多那种4、5千左右，那种就只有5斤5到6斤嘛。是那个颜色是深黄色的，2种一白色的。老干子的。一般可以7、8年。这种买的话，它有标准买，大型的，人家还有一个大1倍，喜欢你买的时候不到，后面长到6、7个月，比它还大，后面就腿头啊，以后面越长越大，长到13斤，它现在也有一些很乖，它那个腿它也是白色的。他刚刚叫的是要抱一圈上，对，它要分人了，它熟悉了才能抱。我们买的时候你要确认，就说它有版本，一般的来看它有些因为身体不大的话，有的人买大型的那种，它是一般。你记住啊，你记住。好的好的。它有标准版，有一般的版本，还有一种是比赛的那种。它其实比赛那种最主要2、3万那种，那个你们就买。一般的话就比较纯的那种黄金色。他就使劲的推我。按照那个长相嘛，一般黄颜色的4千多，白色的2、3千多。羊毛是这样子的吗？它的膜是像羊毛。它有味道吗？没有吧？可爱了。你可以查一下，查一下国内在拉萨那些朋友嘛，应该我觉得没问题。所有的品种应该都有。现在的小孩子，6岁的小孩子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我那个亲手养大的，像我们那个13岁一样，也20多天、30天就这样，从小养大就不想干了。今天跳的比较久。什么？今天跳的比较久。对。他把现在跳起来了。你们都一起玩吗？都认识了，经常在一起玩。抖音有些发，我当然要发。但是我都是4月的开始，3月底4月份。我抖音以前用了下来之后，玩了几天左右就没管了。后面几年了嘛，后面他们就都有抖音，所以然后就现在又在用抖音。那你会在抖音里面发自己的狗狗吗？也会，都发。我是什么认知？那个西红柿吧。
一天的妆肯定脱了，没事。我这有定妆裤。没事，我不用，我不喜欢喷这个，会掉的。我喷了以后，因为它裸他会跳啊，他也会跳。他爸不是就刚才跳那个像小蛤蟆，不是这个，这位女生的小蛤蟆，他姐姐的孩子。这样吧。用不得。长得好看不多，但是白的是这个，对，它是有一步，就是那个大家喜欢用。羊肉，羊什么什么？立马他在这边肯定会有那种。那狗狗变得好可爱啊！
会吃。没有了，结束了。下班了啊！下班了。